后来继续来看大问题，前2天防指控农地违规来使用，伫个新竹市的一块农务用地违规控阿妈图，租人做停车场来收租金。早起9点，大型的机具已经入场要甲停车场砍掉，讲要砍5工。民众党新竹市党部主委李国章嘛专工到场来陪会，讲买地进前早就有停车场咯。黄珊珊嘛讲，郭文铁会甲100多万的营业额关予新竹市政府。怪手一个乌红门土防破坏，废土贴作一粒山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铁奉野出，名下土地新竹市龙运段农地违建，怪手总算伫咧今仔日进场动工。民进党新竹市党部主委李国章到场，手提一张图卡，要替主席郭文铁澄清买地真相。柯主席买这块地的时候是97年9月来买的购入，然后9月过户。但是这一块地，同样的这块地是在前1年就已经是停车场使用的，所以总共是120万元。那柯文哲主席将会捐给新竹市政府的社会局。郭文铁无用咧处理农地，对手的骹步嘛无咧用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，寒人的天，人落去家己参拜。面对支持者是拢无拒绝，寒人的天，民众的热情是完全无互影响到。罕咧看到侯市长想要甲伊做伙翕相，可见侯友宜的人缘是真正好。不过对手直接转去到高雄大本营，争取在地支持。伫台顶跳舞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环岛行程进入第2天，来到立营的本营区，为前1天发生意外海虎男深深祈祷。国军弟兄是国家重要的后盾，我们一起为海军弟兄们祈祷，希望他们一切平安。大选是愈来愈晚，总统候选人是全台走透透，就是要把握时间，争取更较侪选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